主后2023年8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上主心存敬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箴言》23章第10到35节。第六，你若甲官长坐倒，着注意伫你面前的是甚物人。你胃口若好，就会晓家己约束。毋通贪物件好食，因为迄是底变人的食物。第七，毋通拖磨求好嘢，着智慧家己约束。你目一个呢，钱财就无去，因为伊会发失，亲像鹰鸟飞上天。第八，毋通食当酸的人的饭，嘛毋通贪伊的好食物。伊真够算，袂互你白食。伊虽然对你讲请食请啉，其实伊心内无伫安尼想。你所食迄点仔嘛着吐出来，你所讲的好话拢无路用。第九，毋通讲话互戆人听，伊会看轻你智慧的话。第十，毋通依煞早前所立的地界，嘛毋通侵占孤儿的田园，因为因的赎回者，上主大有能力，伊会替因伸冤。11，着专心领受教示，压耳孔听知识的话。12，囡仔毋通无管教，用锤仔拍袂治到死。你用锤仔拍会救伊免落阴府。13，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。你的喙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。14，毋通欣羡歹人，着不时敬畏上主。将来一定有愿望，你的愿望袂无去。15，我的囝，着听，着有智慧，互你的心往正直的路。好酒的、贪食的，毋通甲因往来做阵。因为好酒贪食的会治到散赤，因规日困会治到穿破衫。16，着听趁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的时，嘛毋通甲伊看轻。着要真理，毋通卖，嘛着要智慧、教示、甲明理。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会因为伊大欢喜。着互你的爸母欢喜，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17，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交托我，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，因为娼妓是深坑，淫妇是陷阱。伊亲像贼伫长等，要互无忠实的人增加。18，啥人伫发惨啊？啥人伫发害啊？啥人伫冤家？啥人伫怨叹？啥人无缘无故受伤？啥人目睭伫起冤枉？就是啉酒毋知煞，世界找调和的酒啉迄款人。酒伫杯内变红闪烁，你毋通看。啉了骨喉，到尾亲像互蛇咬着，互毒蛇毒着。你的目睭会看到奇怪的景象，你的心会错乱，喙讲酒话。你会亲像倒伫海中，困伫船条顶。你会讲人拍我，
我袂疼；人讲我毋知疼。我醒起来就搁去找酒啉。对上主心存敬畏。照台湾民间信仰，现在拄好是农历7月鬼门大开的月份，俗语称作鬼仔月。关系鬼仔月有一个讲法是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真迷信风水，为着要互方祖专用农历7月的吉时祭祀，就派人假冒道士，四界谣传农历7月是不祥之月，使用符咒来保平安，加深人对农历7月的恐惧。另外一种的讲法是，传统上农历7月无叫鬼仔月，是称作鬼仔月，还是卡月。真正是因为农历7月拄好是瓜果飘芳的时期来得名。后者据传是妇女天上织女星乞巧的月份，求织女互因心佑手巧，所以称作巧月。也有一种讲法，中元节是佛教的盂兰节，也就是祭祀孤魂野鬼的节日。若对中元节的起源来探究，也有通发现，中元节毋但是祭祀祖先、普渡游魂的日子，也有庆秋收的意思。原本节庆的闹热气氛是对七夕开始，延续到中元节才结束，后来受其他因素影响，渐渐演变做足足一个月。当咱了解农历7月民俗的典故，就清楚，这并毋是可怕的鬼仔月，总是毋知对佇时开始，农历7月渐渐成做充满禁忌的鬼月。逐种看影生囝的传说，加深人的畏惧。每到农历7月，人不知不觉受到无形的约束，凡事小心谨慎，足惊得罪着好兄弟仔。这个月搁拄着青年学子的长假，所以士大人总是提醒搁再叮咛，少年人出入务必爱注意安全，以免招惹麻烦。农历7月充满诸多禁忌，人总是尽量避免出远门，买车、买厝、结婚等，搁较是爱用心准备普渡祭祀，来祈求诸事顺遂平安。因为基督徒无受鬼月禁忌束缚，所以常常互认为别无禁忌。其实基督徒并毋是无任何禁忌，毕竟每一个人拢因为自身的背景，也是族群文化，受到无同的文化礼俗规范。只是当人接受福音，成做基督徒，生命的主权就交互上主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所着行的，就是安安军队主，因为确信伊的同在是咱唯一的保障。箴言23章17、19、18节提醒，毋通心善歹人，着不时敬畏上主，将来一定有盼望，你的盼望袂无去。基督徒唯有对上主存敬畏的心，人生才袂迷失方向，因为上主才是真正使平安甲福气的源头。当人为着农历7月行邪鬼找上门的时，拄好是基督徒做见证的最佳机会。腓立比书第4章60到70讲，拢毋通看如什么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，安尼上帝所赐
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日想，我心中对什么感觉惊吓看虑咧？我是毋是确信上主是我唯一的帮衬甲保障？我心中对什么感觉惊吓看虑咧？我是毋是确信上主是我唯一的帮衬甲保障？咱来祈祷，至悬的上主，感谢你听我，求你互我无因为自身的欠缺看轻家己，帮助我深知你是平安甲福气的源头。伫众人失去平安的时刻，愿你互我诚侪祝福别人的器具，通互你的名受高举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